今日整嘅係一部 iPad， 客人話攞唔穩跌咗一次，之後去咗屋企附近嘅維修店換過個 mon， 用咗冇幾日就不斷重啟，白蘋果。跟住我哋拆開個 mon 睇下究竟，用鉸片沿住 mon 嘅罅輕輕劃開，擰低固定嘅螺絲，貼反鏡頭保護膜，原來問題出喺上一手整嘅時候冇擰反螺絲，壓片冇螺絲固定，輕則間歇性重啟白蘋果，嚴重嘅話會直接燒顯示電源，嗌屎，完全開唔到機。補反螺絲壓實，壓片固定好排線，大部分白蘋果重啟問題都可以直接整好。千祈唔好睇少一粒細細嘅螺絲，佢嘅作用好大㗎。跟住繼續裝機，喺 mon 四邊打結構膠，記住要避開鏡頭，唔好唔記得撕走鏡頭保護膜，最後抹乾淨個 mon 就搞掂。你哋覺得呢粒螺絲值幾多錢？去留言區傾下啦〜